检测有兄弟借即个假期出外旅游，有诶是转去家己诶故乡扫墓有诶来来去去啦嘛有诶遮诶兄弟有诶对外地倒转来。咱感谢主，着即个假日家庭有一个好诶交陪，亲人见面，这是上帝所予咱诶恩典。咱也要伫即个主日是连续假日的最后一个日子，咱会当伫遮同心敬拜上帝，嘛是真水诶即个结果就讲一个安尼ending安尼。咱要继续来领受分享主诶话，会进前咱大声来祈祷。听来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怜悯甲疼痛，互阮有即个福分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仰望你。主啊，有做聚会，总是阮袂当欠的是甲主同聚会，因为上帝你奇妙的引带应允甲祝福，阮伫甲主同聚会中间，想思你，阮讲袂出的恩典甲疼痛，所以阮也看重即个聚会，愿你。互阮通过即个礼拜，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领受上帝你的荣光甲快乐。伫你面前，我们领受你的话，愿你通过经文，互阮更较侪的学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即位我有讲起着咱过去安尼有连续3-4摆的时间做伙用信心即个角度来领受圣经，互咱的即个教导今仔日是咱第四个段落，第4个系列咱经文小等的，咱会当搁做一遍来复习。咱即个信心系列的信息呢，咱有兄弟检测无，逐个礼拜拢伫遮我搁紧来讲起咱讲的角度就对啦，分享的角度。咱讲第一个3月初2，咱分享着信心第一讲是看见甲得着。意思是讲，基督徒要安怎用超越着人的肉眼，咱的肉体的目睭看袂到的，但是心灵的目睭、信心的目睭，看见上帝的创造，看见上帝的恩典，看到咱家己的视力毋是肉体的视力是迄个对主领受属灵的快乐，看见即个信心所以这是咱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咱信心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顺服甲交托。顺服的意思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愿意照主的交代来行。交托的意思是你有困难，你有侪人生无法度去解决的事，就是你欢喜交托。咱有引用到主耶稣伫会堂内底所讲的即个旧约的故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先知的故事，来证明迄顺服对着的恩典顺服。交托行为，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信心的要件。伫顶礼拜咱3甲分享到信心的第3个课题是试验甲得胜。试验甲得胜是上帝好像在甲咱考试，亲像你学生囡仔爱参加学校的考试，你出业到伫社会，你嘛共款面对着真侪无共款的考试。迄个考试你嘛会当闪开，拢无爱。就伫迄个所在停顿的，无啥物进步，无啥物振动。但是有人经历考试，看见家己的潜力，看见家己的实力，迄个进步就非常的紧咱看见旧约甲新约中间有2个例，约书亚因为军队主的即个呼召，所以有经过即个考试。但是彼得因为信心无够，行水面的时阵就跋落水内。即款的考试常常伫咱的生活中来出现。咱也分享着讲，魔鬼要甲咱考试伊袂安尼遐戆啦。当你甲主耶稣牵条条，军队耶稣牵条主，伊要来甲你攻击袂着，伊要攻击是故意互你离开咱的主。好亲像迄个细只的羊鹿离开老母的保护，迄个牛细只的牛。离开老母的保护，迄个狮甲迄个野兽就攻击足紧安尼。所以咱毋通惊考试，是因为上帝要互咱考试是要互咱看见咱的承担、领受祝福的快乐有偌大安尼那今仔日咱要线接最后一个系列是信心的第4个角度，就是仰望甲成就。
咱无共款的角度，最后就是讲，这个信心会带来你的成就无？信心会伫你甲一般普通人的互动的中间，因为看见你的信心、你的仰望、你的确信，上帝你心上成就迄个人所做袂到的。平平你我，逐个人可能受的教育嘛是差不多，咱伫社会经历嘛差不多，咱社会的地位嘛无差偌济，但是是安怎有人会当过着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人生，是一个安稳的人生，有人是坎坎坷坷，跋倒搁起来，跋倒搁起来，常常毋是甲你的智能有关系，甲你的知识有关系，甲你的教育有关系，常常是甲你的信心对上帝的确信。所以咱要用这个主题，诚做咱这个系列的结尾。当下日即位，信心甲仰望，会记咱这个系列的主题一个开始，咱就有引用到希伯来书讲的迄句话，讲信心是所望的事的实底。咱讲的实底就是迄个价，这个花价，也是一个物件，一个岛啊，足在顶悬放物件袂起落去，迄个实底。你有这个信心，你所望的事，才袂去起落去，才袂去放落去，才袂去损失去。当这个信心甲望，其中一个开始的关键，就是你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你要仰望主，你毋是含含糊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安怎也无讲。你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亲像咱在走运动的时阵，你知影你的终点伫倒位，你走迄个方向才会到。所以你若表现我尔好，但是目标无共款哦，你就生活中你迄个目标无清楚就往前去啊。生活中嘛是共款，你有一个仰望的对象，你有上帝所予你的方向甲目标。我会记得进前咱伫讲道中看到一个小小的底片，讲囡仔咧比赛运动会，咧走跑操场安尼吼，大家咧接力赛，几个咧举棒子要接，走，一个细汉阁无啥捌代志的囡仔吼，讲交棒互伊吼，应该往迄边走，伊阁走倒转去啦，安尼，阁走倒来，走甲欢喜好啊，走甲真有力的，就袂你走偌紧嘛无效，就袂着成绩咧。以早吼，伫牧师囡仔的时代吼，迄阵吼有真侪对中国来的老师，中国老师吼，迄阵在讲国语吼，讲了毋是介标准，迄因家己故乡的话啦。咧叫的时阵吼，囡仔有时听无咧，有囡仔听无。有一摆咧运动这老师吼，在讲一句讲，来走这个操场走一世吼，有的囡仔吼听伊讲的国语听无，讲走去恁兜一世安尼就对啦。逐个家己讲开跑赛跑的时阵迄个囡仔吼走对因兜去，讲吼我要走到阮兜摕物件，佫倒转来，看人得冠军袂安尼。走一个等告诉讲，无啦，毋是走对车啦，是要走运动一世。有时话听毋对，你讲的方向毋对，你走倒转来，较早就加了工的就对。慢慢发生有人在走马拉松啦走马拉松。有一个参加马拉松的比赛的人走我足欢喜，讲奇怪我今日来遐敖走，后壁拢无人队安尼可能我会得冠军哦。到尾走到一站，人讲无啦，你走毋对去啊，人是走你遐去，你走你遮来，无采你咧走，安尼这拢是咱伫生活中会发生的一种感觉好笑的事，错误事迄个好耍的代志。但是呢，咱人生目标走毋对，迄就危险嘛。你较早拍拼，都加走的就对啦。哇，加路，这实在是咱第一个，咱要仰望上帝。咱对上帝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有信心的目标。
有信心的目标的意思是讲，你这个目标有，啊，毋过你就无力、无力无呢吼，啊，也无要拍拼，也无要认真，啊，无要完成嘛，啊，就讲猛讲，啊，就有一个目标，你就未达成嘛。所以圣经有清楚甲咱讲，伊将迄个火热的愿望，所以咱对上帝求，毋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啊。讲上帝互我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佮信心，有迄个火热的愿望，放伫咱的心，啊，咱下落人生的方向甲目标，啊，咱即个清楚着即个信心，迄个气力，若无气力吼，啊，你用毋着气力，拢做袂到，啊，而且袂当完成。有一个小故事吼，在讲起着讲，伫印度，啊，咱知印度吼，即个国家伫18世纪、19世纪吼，互英国来殖民地就对啦。啊，所以印度要伫英国殖民地的时阵吼，英国迄总督足巧的，为着要小可来安抚吼，啊，在地遐有力的人士，啊，遐好野人，讲伊就送一只当时发展出来汽车，吼，一只自动车就对啦，互迄个地区的富豪。啊，毋过代志来啊，迄个总督府的人吼，发现讲后来迄个富豪吼，叫迄个萝卜吼牵2只牛啦，啊，绑迄个绳绑到车顶，啊，叫2只牛来拖迄只车，吼，啊，就四过去说，吼，讲好像咧点讲，你看，我有一只自动车咧，啊，毋过用牛咧拖就对啦，用牛咧拖，啊，四过去咧巡视，四过去咧看，啊，逐个咧嘛足稀罕，伊就毋知影讲，迄个自动车会发动的咧，啊，所以吼。伊当作亲像一只高级的迄个马车共款吼，啊，迄个拢包铁的就对啦吼。啊，即只车就亲像安尼吼，2只牛吼，啊拖一只自动车。啊，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因为这个好野人毋知影一只车用引擎、用迄个汽油所发动的马力，比10只牛佫较有力。啊，你毋知影吼，啊用迄只牛咧拖。就无法度发挥迄只自动车的功能嘛，无法度发动迄只。啊，迄个意思咧，甲咱讲什么呢？兄弟姊妹，有时咱家己用家己的努力，伫遐咧安尼认真，啊咧用家己的气力咧拍拼，毋知影讲，你对上帝领受着圣神的气力较重要。靠家己迄2只牛拖袂行，但是靠圣神的气力、圣神的火要帮助你，所以。有清楚的目标以外，佫要有迄个属灵的动力。迄个属灵的动力，有时靠人，有时咱的情绪嘛，为咱会看到环境嘛，有时会看到真多的代志。迄个难度一个到，你会感觉讲啊，心就无气力啦。请会记你，毋通用牛来拖迄只汽车，是要用圣神的气力，有上帝的气力来帮助你。佫一项就是求圣神来。带领你人生的道路，所以现在基督徒讲爱用祈祷，就是你知影有目标，你嘛知影有方向，你嘛爱知影上帝互你有气力，但是你行了你袂当持续，你的气力会软正，会软弱，会倒退，啊有时会冷心，会灰心，所以用迫切的祈祷，靠着圣神来显明上帝为咱所备办的道路。啊，所以因为有圣神的同在，你的毋是讲难度就随无去，但是你会知影讲，啊，神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底，我就相信啊，我确信啊，我的确会当经过这个困难、遐黑暗、遐挑战、遐阻挡，迄就亲像伫咧驶船的人，你袂当保证讲，我逐摆吼。啊，只啊船驶出去，头前拢是风和日丽，方向拢足清楚。有时是乌云看天呢，啊，你要哪行？你有家己的一个指南针，你知影要安怎行？咱台湾伫即个清明节气候吼，非常变动真大吼。有时热甲穿短的，有时寒甲吼爱穿夹克安尼。
这种时间常常会出雾啦，起雾。所以逐摆若有人要去马祖，要去金门佚佗，经即个时间安尼都爱小可报运气啊，因为突然间起雾来啊，飞机讲我无爱飞啊，无爱飞啊，无爱飞袂当飞啦，因为无法度去按算你迄个飞机要着陆会有安全无啊？所以只好伫迄个所在等，有时爱等甲1、2工才有法度，当迄个雾清才有法度。兄弟姊妹，咱人生会拄到这是足平凡的啦，但是有圣神甲你带，你的方向清楚，像一支指南针甲你带头前的道路。所以是安怎讲，基督徒爱常常用祈祷、圣神甲你引带，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部分，信心是一种安尼也未实现的事，但是你已经有具体的难度啊。所以信心是甚么呢？就是你的内心的中间，你有一支笔，甲你心中迄个难度拢画好势。咱拢知影现代人咱咧起厝，咱咧做工课，迄个画图是足重要。哇，你一个足复杂的工程，一间大楼，你看偌济图，这建筑师、这设计师爱用偌济精神落去做设计。设计甲某一个美角、某一个所在，要用偌济的即个钢筋，也是讲偌济的阿门图，互伊会当固定，互伊有即个能力，互伊有迄个坚固，拢都爱画图出来。咱基督徒呢，信心就是一支画笔啦，就是一支难度的画笔。你爱会晓用信心来画你心中的图。一个仰望的法则是甚么呢？伫你心中的迄张画纸的顶面，画了上帝应允的作为。亲像，你仰望的意思是讲，我所望的事已经发生，明明都还未发生，但是你心中的图讲，我具体的难度是安尼，上帝啊，你所为着我应允的是安尼。好亲像也未发生，但是伫你的信心内底已经成就啊。现在就是所未看见的事的实底，就亲像亚伯拉罕，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在创世纪13章14节到17节，亚伯拉罕讲仰望迄个上帝为了伊伟大的一个应允的道。早起乔牧师咧甲我讲，伊昨暝毋知影梦到一个梦啦。伊讲梦到一个梦，梦去讲，一间厝内底有甚物，讲上帝要甲你画图有人拢足侪会梦，但是你爱有信心，有信心要甲伊成就。这是咱基督徒一个仰望的法则，因为你迄个难度已经伫你心中啊，毋是懵懵渺渺的，毋是无清楚的。咱拄仔看到圣经安尼记载讲，罗得离开了后，就是亚伯拉罕甲伊的孙要分开。分开呢，圣经咱这个故事真熟啊。讲到底，东边西边倒一个所在，互你拣这个做迄个这个这个亚伯拉罕真有真慷慨，讲孙你若拣倒，就互你生；你若拣剩的，则互我。所以圣经记载讲，罗得足巧的，就走伫所多玛、蛾摩拉迄个方向去。遐拢有城市啦，闹热啦，应该是较好发展，伊就对遐去。但是咱圣经有记载讲，上主对亚伯兰讲：你举头对你所徛的所在，往东西南北看。伊讲你所看到一切地，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我嘛要亲，互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多。人若会当算地上的土沙，才会当算你的后代。你起来行，透这个地逐所在，我要将这个地赐予你。兄弟姊妹，这段话是还未实现哦。上帝讲叫伊看东西南北，看涂骹的沙，但是上帝讲，这个是我要予你的。假使亚伯拉罕若是一个无信心、无对上帝无敬畏的人，是讲
哎呀，这讲喊毋过，啊，一片的旷野也无啥货，哪会讲，互我这土地要偌丰富呢？啊，我的子孙要偌济呢？迄阵阿伯兰根本都无囝啊，所以这个信心的蓝图，信心的图已经伫阿伯拉罕心中藏落，伊毋才会阁行会落去。啊，若无啦，我若讲，我若无信心，啊，我若无有迄个瓦靠，阿伯兰想讲啊，安尼阁规去转来阮家己的故乡啊对，至少我的故乡嘛阁有通好食，那何必来这青疏的所在呢？啊，所以阿伯拉罕信心的蓝图、仰望的蓝图是安尼，伊就安尼照安尼信，就照安尼来接受，也照安尼来领受。这是一个信心的蓝图。第二，咱新约的时代，咱是一个仰望十字架的信心。咱看见、相信为了咱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因为确信伊已经为着咱一切罪来赦免咱。所以，咱看见这个十字架，有的人有一种安尼较粗浅的误解，也是讲受现在民间宗教的影响，哇，把十字架看作是一个迷信。你知影有的教派为着惊人误会，讲这个十字架有啥物特别的，啥物灵性无灵性，因连踩十字架都无爱。啊，你毋是讲十字架无重要，意思讲惊你误会，是你仰望十字架所得到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迄较重要，毋是迄个十字架。啊，所以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是一个symbol，啊，互你看到，讲啊，感谢主，有十字架顶的耶稣基督为着我牺牲，所以我确信我会得到领受一个祝福。咱今年的受难礼拜，2礼拜后要举行，啊，咱今年的主题叫做“我心仰望十字架”，这是咱的海报，“我心仰望十字架”。这个意思就是要互咱清楚知影讲。我仰望十字架是要坚固你的信心啦，毋是举迄个十字架啊，当做你的一个什么款的安尼法器，毋是哦，是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伊担当咱的忧虑、病痛、痛苦，医治咱的时，信心更加坚固。迄才是仰望十字架的意义。迄就亲像咱讲礼拜，讲礼拜就是我。用诚心甲诚实，用我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同意思，毋是外在的仪式甲形式。印度迄个德勒莎修女，咱大家拢知影伊的故事。这个德勒莎修女呢，伊原来是伫加尔各答，这个印度一个大都市，啊，因为因的修女会伫遐起一间真安稳、真舒适。一间修道院，伊伫内底咧修道。有一摆，伊出来坐火车，啊，试过啊，有代志要出去。伊看见讲，哎呀，规个加尔各答四周围，侪艰苦人，侪要死去，啊，互人囥伫路边的人，囥伫河边的人，伊感觉讲，哎呀，哪会甲我所理解的世界拢无相像咧？后来伊咧做见证，伊讲，介先有一个声咧甲我讲啊，我喙焦啦，是耶稣伫十字架顶咧讲我喙焦。伊较有一个真大的感触，讲啊，我伫遐修道院，遮穿拢无欠，啊安稳，啊逐日读圣经、祈祷灵修，啊一群人咧话我喙焦，甲你读经灵修有啥物关系呢？啊，所以等于到厝，等于到修道院，就决心离开迄个修道院，讲我要互遮个讲我喙焦的人尽我的气力。啊，这就是德勒莎修女伊家己属灵的看见啦。仰望迄个十字架，伊是看见讲耶稣讲我喙焦，伫十字架顶所讲的。但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伫你的心上，互你看见这个十字架，是看见什么？有人是讲，互我看见我的责任；有人是讲，我看见耶稣基督的拯救；
有诶讲我看见耶稣基督的平安，有人是讲看见耶稣基督的头棒。这是你仰望世界的重点。信心就是安尼，信世界是一个有诶用茶做诶，有诶你挂伫迄胸坎吼，就一支安尼，可能是泉石诶，无就是金仔诶。迄个物件是要互引起你诶信心咧。无啦，有人足侪人吼，一大堆影歌星啦，一寡人伊也无信主，咪挂一个是挂较欢喜个。所以，毋是装饰品，世界是要唤起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哥林多后书8章9节安尼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诚做善者，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者诚做富足。耶稣基督世界的开力是带来这种转变的开力，是家己牺牲，伊富足为着咱善者，要互咱善者诚做富足，这才是迄个世界的大能嘛。但搁一项，圣神降临，圣经记载讲，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人要做异梦。梦就是什么意思？毋是现实嘛，毋是现实的嘛。梦就是像一个抽象的物件。但是咱基督徒就是讲，把迄个异象甲异梦化作事实啦。是要哪化作事实？求圣神来动工，互你的异象甲异梦会当成真。现实袂？拄则咱的自然之士咧祈祷，真感动。这世间乱纷纷，但是咱有主通靠。咱佫讲要迎至50禧年，时间还未到，但是咱已经有一个蓝图。咱发现讲，上帝啊，阮要求你来成就，互明年阮迎至50禧年的时阵，阮所期待各种的纪念的时间、庆典的时间、造就的时间，这个异象甲异梦，求你阮诚做真实实现。这毋是靠牧师、中级或者筹备委员，安尼就有够额，是你我大家讲是。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呼叫，咱来甲成就，做来甲承接，咱用祈祷，用求圣神来动工，我诚做伊的采用，甲伊完成。圣神讲，我甲你成就，无人要叮当，无人要做，你嘛是无效呢。所以第三个角度是讲，你要相信上帝树立信心，毋是我有信心，是上帝互我有信心。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美感。有人是讲我有信心，我就足侪打击，足侪引诱，足侪阻挡，足侪困难。哎呀，信心磨甲拢无去啊！咱是讲爱相信上帝已经树立信心，所以咱爱用感谢的意、感谢的心意，甲上帝讲主啊，感谢你，你互我有这款信心，我的确会当甲伊完成，会当甲伊持续到尾。毋是讲主啊，我无信心，是主你感谢你已经赐我信心，这是一个无共款的角度啦吼。感谢上帝赐咱信心，就是讲咱对圣经所来的应允，人伫顶头生受洗领受主的恩典了后，上帝已经信心互你啊。有时是你的信心迄个种子吼，无成熟，也是无长大，也是无放伫迄个有水的所在，就安尼。大壳壳就袂放伫遐，就袂发硬呢，袂大长呢，拢细伫迄个所在。所以爱不断操练，互伊树立的信心，使用伊所树立的信心，会当经历迄个成熟的成长。像你即位，迄真奇妙，上帝在赐咱，咱都爱欢喜接受挑战，毋是讲拢求逐项拢毋敢。因为你有信心是爱经历上帝的同在，你若无去行，咱定讲一句话，讲信心若是无行为，就是安怎？就是死的啊！那些种子又放伫遐吼，就是死的啊！我迄天咧甲谢牧师讲，我2冬前咱有去咱的秋平执事因兜吼，去参加因的入厝礼拜。因带阮去迄个中华大学附近迄个湖行来行去这参观真水，
过着一个崩坑就过就是啊。啊，拄啊，因遐毋知是迄路吼，可能有我路要修理啦吼，要修理，啊，甲边仔一丛迄个苦景树吼，甲错落来，啊，我就讲，迄顶悬有迄籽呢，我甲捡看嘛，捡起来，讲无一定这籽种落吼，啊，无一定会活哦吼，安尼真正甲捡倒来，啊，毋过哦，捡倒来，罔捡倒，我甲囥伫迄盘仔内底吼，啊，2冬啊，也无甲顶冻啊，也无甲种落去啊。啊，会活袂活也毋知，会生也袂生也毋知啊。有时咱拢是安尼，啊，你信心若无有经过栽培，无经过操练，就像一粒无种入土的种子共款。啊，所以你爱常常操练，常常经历，常常看去互上帝用。意思讲，信心有行为，意思讲我勇敢行出去步。咱听一句台语讲，行行袂着顶，行行袂着顶的意思是讲。啊！你著惊失败啊！这也毋敢做，迄也毋敢做吼。人叫你来服侍，徛在头前斗带诗歌，讲哎呀，我声也袂水也无好啊！啊，你无练，你若知影无好。啊，足侪代志拢是安尼，真侪人宁可安稳伫家己迄个安全的范围啦，迄个舒适圈，咱讲的迄个舒适圈，啊，迄舒适圈吼，我了是安尼无灾无碍啦，但是吼都无刺激，都无啥物挑战啊。也无啥物成就，也无啥物突破，也无啥物新的结果嘛。啊，所以你看是要求伫迄个所在，也是欢喜出来。啊，所以相信上帝，互咱有信心，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角度哦。你想讲啊，我信心足少，我无够。咱看去圣经耶稣，伊要医治一个军官的囝啊。伫迄个中间吼，迄个军官甲耶稣应一句话讲：“主啊，我信心不够，请你帮助我。”请主来帮助咱的信心真要紧。所以罗马书12章3节，伊安尼讲：靠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受完，就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来心中评价家己。意思是讲，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应允呢。就像咱讲的有迄个5000箍啊，2000箍、1000箍的，无共款。上帝要互你的做的代志也无相共，但是你爱照上帝互你的恩赐伫遐来成就。搁一项就是信心，毋通放弃。你爱无犹豫，凭着信心求，无犹豫。雅各书1章50到80，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安尼讲。讲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求，伊会互你赐予恁，因为上帝会真慷慨，无保留赐予拢总的人。啊，又安尼讲不过，恁着靠信心祈求，靠信心，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惊无信心嘛，爱靠信心是讲，主啊，阮感谢你，我知影你互我有信心，是这个信心。在帮助你，把迄个看袂到的事变作实现，敢毋是？啊，伊甲咱提醒讲，毋通犹豫啦。犹豫的人，亲像互海涌在互风扫，起落落。啊，迄风涌起落落。因为犹豫的人就是爱风涌无定嘛。人生风雨、风涌扰动无定，咱有时伫信仰上嘛安尼。圣经讲，即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讲免想要对主得到什么，哇，免想哦。咱有时若讲较歹听，讲免想啊，免想的意思讲啊，你都也无要正经，也无要认真啊，免想啊啦，逐日都佚佗啊，拍电动啊，免想啊，免想要搁到第一志愿啦，免想啊，安尼。啊，咱上帝嘛，甲咱提醒呢。你也无信心，犹豫东，犹豫西，啊，你免想要对主得到嘛？啊，所以信心白白是中性的。你我大家拢面对着信心问题。啊，像那这个人会成就，迄人袂成就，就是在地你有常常甲主亲近无？有了解上帝所予你应允无？你欢喜要来实现无？信心是坚定不移，啊，这咱无共款的角度啦。灰心失志的时，咱爱常常靠上帝话来甲咱坚固。无人讲吼，遐尔啊坚固的啦。
有枵疑、有烦恼，甚至咱心情无好的时阵，咱嘛会感觉讲这敢有影，敢着爱搁坚持落。所以花心思就是你会晓靠上帝话语赢过，上好像是甲迄个有信心的人沟通。这个人伫平常时伫教会内底，伊这个人伊的信心真徛在，我一定来甲伊请教。毋通定听人讲免想啦，免想啊，听到迄免想的人就麻烦啦。你爱找到遐个讲加油勇敢安尼，加油勇敢，靠上帝得胜。所以甲有信心的人交陪。就是咱基督徒互相相交陪真重要，彼此间的互相帮衬啦。所以坚持佫加一步。我会记得囡仔时代学校老师拢教阮一条歌，这条歌简单，伊讲这是一句好话，过来咧。安尼甲我平会，他会晓讲。再试一下，有听过无？这是一句好话，再试一下，安尼再试一下。所以伤侪人都看他差伫迄个再试一下，就无爱啦，就打退堂鼓就揪起来安尼。有一个故事咧讲起美国当时西部还未开发的时阵是安那人会。一届足侪人去咧，就是有人发现着金矿。讲有一个企业家去探勘讲这是一个金矿这样挖咧哇，迄度探了毋知人探济伊就家己变卖家己所有的财产去买遐机器啦，就开始哇，请工人安尼开始挖，但是挖足久拢挖无着一个啥，遐土拢起来，无看到物啊！哇，资金得按啊！这个头家想讲，安尼见好就收了，买撑不下去了。所以想的讲毋通人讲了安尼，拢连裤拢无安尼就对了。干脆甲遐机器。遐个矿区叔叔卖人赶紧要安怎讲？要道歉嘛，要迄落毋通落底就对啦，这是这个故事，这是咱西部人咧偷金，这种的偷金是伫溪咧抬金较侪是挖落去。这是实际图啦当时西部挖矿坑入去挖遐土出来，安尼采金就对啦安尼。迄阵咱真侪中国的广东闽南人，就是迄个时阵，互人甲伊，迄阵嘛是就是外籍劳工就对啦，请去遐挖金矿做铁路。毋知即阵咧旧金山遐侪华人有无？中国城伫遐，就是安尼来的就是遐100-200吨呢。好即个故事讲，这头家挖拢无归去人讲停损啦，机器袂买，赶紧毋通安尼倒欠钱就好毋过后来，迄个佫家买矿区的人，佫继续。讲佫挖10公尺，就看见足大的金矿，挖着都敢差10公尺，嘿，姊妹，这故事甲咱讲甚物呢？咱对上帝的信心嘛是安尼啦。你爱吞论到落尾，你无就袂定性，就袂成就，你就放弃无采你头前努力的。所以。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就亲像迄个挖矿的发现讲，这个矿内底有黄金，勇敢佫挖落去，佫能够差10公尺，伊这个人后来的确是安尼，家己切齿讲，无采我了遐侪工，替你挖够我怎规个拢送互你安尼？兄弟姊妹，
信心这个代志吼，咱顶摆有讲魔鬼会吞食咱呢。啊，魔鬼吞食，才有信心无信心的人有一种的特色，就是讲魔鬼袂吞食完全无信的人。你若完全无信，伊才毋插你啦，因为吼，你本来就是伊的俘虏啊，敢毋是？吼，你就是属于魔鬼啊，因为无信心的人啊，吼，伊毋免插你，因为你本来你就袂坚固你的信心嘛。魔鬼上要抢夺的，就是有信心的人。安尼真趣味吼！最近咱毋是看到新闻吗？新闻讲啊，奇怪啊，总统府啊，甲立法院长的边仔拢有啥物啊？拢有飞碟，哇！这声真惨啊！大家无想你的边仔有飞碟的。迄咱囡仔时代拢有讲吼，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真正到即阵了有啦。啊，有人去评论就讲一句话，讲遐个吼，甲阿强啊足好的人吼，毋免飞碟。吼，我飞碟十米离要创啥？啊，就本来大家就会通啊，就是你表面上咧对抗的人，伊才要伫你的身躯边嘛，要甲你挖空嘛，要甲你变嘛。啊，魔鬼共款，魔鬼吼。即个有信心的人，伊就调工要甲你输赢，要甲你试看嘛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注意哦。哦，你茫足安尼自信，讲我有信心。有人信，佫失去信心，啊，魔鬼会阻挡伊得到祝福的管道，并且将迄个歹的灵放伫伊内面，讲啊，有影你看都无路用啊，你无采你咧信啦，撩伊嘛。到最后，伊就是要甲即款有信心的人，甲要扭到最后无信心。咱教会有一款人啊，对啊，你也看，咱若信主久的人，你看的基督徒毋是足多吗？有的人吼，连教会都无爱来啊，伊安那？伊本来足热心嘞，啊，拄着一个这，拄着一个迄，有的是人的代志，有的是家己的砍斩经牛，啊，无爱去啊啦，这上帝无爱信啊啦。人要安怎伫迄个艰难的时阵，依然持守信心？你毋通想讲，我的气力挡会牢，魔鬼咧搅扰。所以你要常常甲主讲，主啊，帮助我的信心。最后咱要讲的是讲，信心的宣告成就啦。咱讲仰望甲成就嘛，到最后你若无成就，莫怪有的人的信心无够。但是安那呢？亚伯兰伫99岁的时阵哦。上帝把伊的名改做亚伯拉罕，伊就是要互伊凭着信心伫喙里承认家己所仰望的愿望啦。啊，所以这个亚伯兰，伫伊还无有任何成就的时阵，伊伫伊心中迄个蓝图，就迄个祈祷的图，已经是一个立体啊，甚至是足清楚的图画啊，互伊心内承认家己的意向，看作已经成就啊。罗马书10章10节。伊安尼讲，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亚伯拉罕甲撒拉每一工就是安尼宣告，到最后上帝真正应允伊一个囝，遐尼老啊，收属一个囝以撒。最后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勉励，伫这个信心的系列中间，我希望兄弟姊妹，大家人用这个正做一个勉励啦吼，伫生活中信心的3个阶段，第一。你伫你的信仰中间确定大小的目标，相信仰望这个目标来祈祷。当然，有的人迄个目标吼是乌白沙的就对啦，啊无经过印证，啊就规个目标啊，上帝讲哦，这个目标都根本毋是我要互你的，啊你无甲主求印证嘛，所以爱经过信心，经过祈祷，经过读经，经过你衡量你家己的一切状况，甲主讲主啊。这是毋是你要互我的目标？你也真清楚、真明白，啊，定定伫主面前宣告。当若毋是你的目标的时阵，上帝会互你伫用各种的方法，互你知影讲，这个可能毋是我要互你的。第二，不断做异象啦。咱拄有讲，少年人做异象，老人做异梦嘛。咱有一个祈祷叫做多项式的祈祷，多项式意思祈祷是讲。我伫祈祷中间有时用默想的，但是我已经伫我的脑海中有一个清楚的蓝图，迄叫做多维式的祈祷，多项式的祈祷。
咱有时会操练这个，咱知影讲有的人用迄个叫做方言的祈祷吼。你是讲伊安念来念去，也是咧讲啥？其实伊头壳内底就是一个多项式的祈祷。伊是用字音，但是伊甲主咧沟通的时候，伊的脑中是足清楚的那度。比如咱有时用方言的祈祷，咱为着家己的囝儿孙祈祷，你无念出伊的名，但是你的头壳内底有迄出来即个囡仔的、即个孙仔的影像嘛，迄个叫做多项式的。啊，咱伫迄个思想中间咧运转，甲主排列，这就是另外一种较无共款的祈祷方式。而且常常仰望咱的愿望会当成就，是讲无论早暗吼，拢不断的仰望。这是咱祈祷的规律。第三，爱选择信心。望了后，搁爱相信啦。就讲我确实知影上帝要甲我成就，而且是用感谢上帝的应允来祈祷。意思是我也未成就，但是我甲上帝感谢，讲感谢主，你已经应允我。讲上帝照着咱的信心，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动工，咱拢会记得圣经腓立比书4章60到70这段经文，伊讲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毋通看入什么？因为你大声用感谢、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奇妙的信心的仰望甲祈祷。你也未得到，你也未成就，但是你的心已经有平安，迄是何等水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咱讲信仰望甲成就，这个法则是什么？是信心的使用手册啦。我仰望这个信心，就是用这个像咱即马若咧买一台电视啊，买一台机器啊，买一台什么气炸锅有无？伊拢会甲你讲一本迄个使用手册。啊，信心就是咱仰望就是咱信心的一本手册。啊，你是得到应允甲赐福的原则。啊，上帝只有赐福相信仰望伊的百姓。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属伫即个上帝所应允？你是一个相信仰望主的选民呢？选择权是伫你哦。上帝已经甲你备办好啊，还是你选择未甲毋？你要得到也无得到。兄弟姊妹，原咱今日的主题信心，就是仰望甲成就，会当真正实现伫你的身上。咱要大先来做祈祷，然后来吟圣诗。咱有一个中英中学的一个分享报告，咱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允待阮。阮连续4个礼拜，阮有分享信心的教导。主啊，阮知影，阮看袂到上帝，但是信心看会到。阮有真多事也未成就，但是信心的法则就是互阮看见迄个所望的事的实底。爸上帝，这是基督徒一生拢爱操练的功课。愿你互阮常常伫生命中、生活中、实际工作中来操练，互阮看见上帝你的应允是何等的水、何等的美好。互阮无亲像即个乌狂的人，乌到剩10公尺就离开，就失去迄个宝贝。帮助阮会当坚定阮的信心，阮更加需要上帝你，互阮有明确的方向甲目标，知影这是上帝你的应允，阮要照阮的信心来甲伊达成。愿你也祝福每一个富强的兄弟姊妹，逐个人拢是一个有信心仰望主的人，有成就主你应允的人。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